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大埔，今日會行八仙嶺，依家去等小巴，喺度等20C 去大美督。嚟到大美督，今日好好天啊！呢座就係陣間要上嘅八仙嶺。今日天好藍，上到去應該會勁靚。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行去對面，哇！呢個景幾靚。八仙嶺位於新界大埔，由8個峰組成，所以以道教八仙為名，分別係何仙姑、韓湘子、曹國舅、藍采和、漢鍾離、李鐵拐、呂洞賓同張果老。八仙嶺自然教育徑，沿住呢條路上，今日好涼啊，行起嚟好舒服。嚟到八仙嶺嘅入口，依家喺度上。嚟到春風亭，係為咗紀念1996年山火嘅死難者。望到船灣淡水湖、馬鞍山、馬屎洲、山門仔都望到。另一邊嘅船灣淡水湖。講起山火，嗰年我未出世，但係我都知道啲新聞，好似話個張潤衡喺山上食煙，所以導致山火。但係前嗰段時間佢話玩 Game Boy， 你哋信唔信啊？我就唔係好信，仲話真相俾你揾到又點呢？佢呢份人真係好涼薄。喂大佬，你知道發生啲咩你唔講，你個人真係好大問題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報應仲未到。我喺度要好多謝方東升嘅團隊，能夠做一輯咁高質素嘅節目，俾我哋年輕一代了解當年發生嘅事。所以都係嗰句，行山千祈唔好食煙，免得又有慘案發生。依家10點09分，睇下幾時上到去。望到少少船灣淡水湖，今日上到去應該會好靚啊！個天好藍啊！一路沿住樓梯上，依家繼續往環山嘅方向行。望到船灣淡水湖，呢度睇仲靚。望到吊燈籠，後面印洲塘。
船灣淡水湖。前面有個分叉口，左邊有條樓梯係上仙姑峰嘅。呢條樓梯係上仙姑峰，八仙嶺仙姑峰0.5公里2分1小時。依家11點，睇下上去要幾耐。望到吊燈籠，印洲塘都望到，就快到頂。望到深圳、梧桐山、鹽田港、吊燈籠、印洲塘、船灣淡水湖。嚟到仙姑峰，仙姑峰高511米，上到嚟大概用咗20分鐘左右。呢個係仙姑峰嘅牌，個牌又換咗喎。頭先喺呢度上嚟，唔算好難行。吊燈籠、印洲塘、船灣淡水湖、馬鞍山、仙姑峰，以何仙姑為名。呢個應該係馬騮崖，可以喺下面上嚟。哇！嗰度做咩啊？好多煙啊！係咪煙嚟？呢度係落鶴鬥，但係今日沿路折返。依家準備上第二個峰，雙子峰，寒雙子。喺度望船灣淡水湖好靚，好好天啊，冇白嚟啊，個天藍得好靚，不停咁上上落落。嚟到第二個峰，雙子峰，寒雙子，高513米，比仙姑峰高2米。呢度係冇標高柱。雙子峰觀景台，吊燈籠、印洲塘、仙姑峰、船灣淡水湖、馬鞍山、馬屎洲、三門仔、大埔一帶。深圳、梧桐山、吊燈籠、印洲塘。哇！呢度仲靚，真係唔捨得走。依家準備去彩禾峰，南彩禾。
嚟到彩和峰，高489米。彩和峰，南彩和，上面寫住489米。唞咗一大輪，依家去曹球峰。嚟到曹球峰，高508米。曹球峰，曹國球，上面寫住508米。冇乜景睇啊，就唔唞啦。依家去拐李峰。嚟到拐李峰，高522米。拐李峰，鐵拐李，高522米。依家去拜訪張果老。果老峰，呢個景真係好靚，百睇唔厭啊！嚟到果老峰，高543米。果老峰，張果老，高543米。好多芒草啊，喺度跳緊舞啊！船灣淡水湖、馬鞍山、馬屎洲、三門仔，呢個純陽峰，繼續往下個山峰，鍾離峰。嚟到鍾離峰，呢度乜景都冇，以漢鍾離為名，高529米。冇乜景就往純陽峰進發。純陽峰係八仙嶺最高嘅山峰。漫長嘅天梯，嚟到純陽峰，純陽峰高590米，呢個峰好似叫呂洞賓。深圳、吊燈籠、印洲塘、仙姑峰、船灣淡水湖、馬鞍山、馬屎洲、三門仔、大埔、
慈山寺，嗰度就係黃嶺屏風山，嗰度有嚿石，打卡一流啊！呢個位堅靚，依家過去睇下仲有冇其他景。睇嚟純陽峰仲靚，咁依家返轉頭，去返純陽峰，呢個位係最靚嘅。依家返去大美督，返嚟鍾離峰。嚟返果老峰，返嚟雙子峰。我咁樣行都幾金，下次試下從鶴藪出發，落大美督，途經屏風山同黃嶺。過返去仙姑峰，返嚟仙姑峰，依家落大美督，要1個鐘時間，喺度落。依家2點55分，睇下幾時落到去。終於落返嚟，轉右，3點10分。咁但係你除非你睇電視咯，好快出到大美督。睇電視一路睇一路做咯。落返嚟春風亭，落到嚟轉左，3點43分，依家去搭小巴。
喺度搭返20C 出返去大埔墟。旅程結束。